真侪人拢有宠物做伴，刚建议即马有研发一种会当监测到宠物喘气、心跳装置，佮会甲这个资讯传到手机啊，互主人随时知影到宠物的健康状况。狗仔来公园散步，甲主人耍甲真欢喜，真少看挂伫狗仔阿妈棍的智慧装置，毋但会使知影狗仔的喘气是毋是正常，佮会使记录心跳，而且重量干那20公克。 狗仔挂起来完全无负担，我都可以很清楚的掌握到它的心跳啊，或者是它的一些活动力啊什么，可以让我比较安心一点。软性的电路材质，所以它可以像是项圈一样放在宠物的那个脖子上面去。那这个整个模组基本上它可以使用到12个小时，所以当宠物在户外运动的时候，它可以最及时、最简便让饲主了解宠物的生理讯息。研发者表示，因为厝内保持一只猫仔，有一摆看到猫仔就惊。 猜想猫仔当咧生气，才会忽发奇想，发明这项装置。发现这个猫这些宠物，它们在不时有时候会发生一些那种紧张或者是一些暴冲的一个情况，所以我们也想说，是不是能够透过一些量化生理感测装置去了解这个猫的状态？所以也想到说，透过这个自己研发的一些技术，去对自己的宠物有一些温馨的照护。这项智慧装置。 包括狗仔、猫仔等等的宠物，拢会使使用，而且佫摕到国际 CES 创新奖，利用科技随时关心宠物的健康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